6年2月22日四旬期第一主日，福音耶穌40晝夜齋戒，三退魔友。恭讀聖馬竇福音4章1節至11節。那時候，耶穌被聖神領到曠野，為受魔鬼的試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後來就餓了。試探者就前來對耶穌說：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就命令這些石頭變成餅吧。耶穌回答說：經上記載，人生活不只靠餅，也靠天主所說的一切話。那時，魔鬼引耶穌到了聖城，使他站在聖殿頂上，對他說：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經上記載，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，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對魔鬼說：經上又記載，你不可試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魔鬼又把耶穌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，將普世萬國及其榮華指給他看，對他說：你如果俯伏朝拜我，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。那時，耶穌就對魔鬼說：去吧，撒旦，因為經上記載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唯獨侍奉他。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，就有天使前來伺候耶穌。上主的話。人生活不只靠命，也靠天主。所說的一切話，經上有記載，你不可試探上主。三個試探都是人今天仍常陷入的試探：石頭變餅，對肉身需要的依附；從殿頂跳下，對權能與名聲的虛榮；朝拜換國度，對權勢財富的貪戀。耶穌每一次都以聖言回應魔鬼，顯示聖經在屬靈爭戰中的力量。信徒若願意熟習並內化天主的話，也能在試探中得着光照與堅固。天主，我認清了我的過犯，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，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，不要從我身上收回你的聖神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亞孟。